午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今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透早4点的时，已经正式宣布各国的对顶关税，而且随实施。其中对咱台湾的对顶关税是32%，对中国是34%。川普表示，新一轮的关税会拍开美国的黄金年代，要互美国搁一摆好业。就来提到伫世界各国扣无共关税的税率大卡，台湾排伫咧第4个。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初3透早4点公布对顶关税政策，基准关税率是10%，立刻生效。讲安尼，互美国搁好业。American industry was reborn the day America's destiny was reclaimed, and the day that we began to make America wealthy again. 川普讲，4月初2是美国解放日，新经济独立宣言。美国将要利用关税所产生的资金来减税，并且害国税。其他的国家对美国扣偌济税，美国将会回敬差不多一半1%的关税。台湾对美国扣64%的关税，美国将会对台湾扣32%的关税。川普又搁讲到，台湾抢走美国所有电脑加半导体晶片。另外，对美国是扣34%的关税。Ultimately, more production at home will mean stronger competition and lower prices for consumers. This will be indeed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It's coming back.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very strongly. 川普讲，这不是完整的对顶关税，并且讲企业只要到美国生产制造，就不需要纳任何费用。另外，川普也证实，自美国东部时间初3个翻点开始，对非美国制造的汽车扣25%的关税。那加上原本的2.5%，新关税实施了后，总关税税率是27.5%。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4月初3是花莲大地震周年的日子。今仔日半暝2点01分，花莲秀林有发生规模4.9的地震，地震深度25.3公里，上大震度是伫花莲、宜兰甲南投，拢是3级。这是今仔日半暝地震的消息。接落来，咱来关心天气，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是清明4天连假的头一天，受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今仔日透早各地头温度拢是也是较低。今日透早到顶埔，包括新北、基隆、宜兰、新竹、苗栗甲金门温度拢较低。不过日时开始，大陆冷气团就会减弱，温度就会回升。西半部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因为各地头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低接雨。清明连假休4天，气象署是表示，这几天天气是渐渐稳定，各地高温有23度至28度。不过4月初5和4月初6这2天天气就会转变，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另外，根据观光署的统计，这届的连假，咱国内的订房率无到5成，比去年佫较少。只有马祖，因为即马是看那目屎的观光大月，所以马祖的订房率有6成6。清明连假放4天，有人去陪忙，有人会出门佚佗。根据观光署3月26的统计，清明连假4月初3到4月初5这3天的订房率无到5成，干那4成7，而且比去年4成9佫较少。感觉算啊伤过晚的时阵，再来讲无咱住在家有再临时。我没有太多的规划，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有观光系教授观察，伫即阵网络真方便的时代，现代人出门佚佗，就算要过暝，嘛不一定会先订饭店，所以政府统计资料和实际状况就有真差。订房工具变普遍了嘛，所以不会说要提早抢订房间了，所以应该是等假期结束再统计住宿率的时候，应该会再拉高一些。观光署这届统计出来订房率上悬的第一名是马祖，占66%。观光署解说，因为马祖即马是看那目屎的观光大街，加上有配合举办活动，才会成遮侪游客去行搭。也那气象署表示，清明连假这几天天气会小可回温，各地高温平均伫咧23度至28度，不过低温就干那11度至16度，早晚温差也是真凉冷。北部的话，明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在23度上下；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25度。
那东部的话大概有22、23。今仔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4月初3和4月初4这2天，北部、中南部是出入的好天，敢若东半部会小可落雨，天气算真稳定。不过，若到4月初5到4月初6这2天，各地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中南部是云济乌阴的天气。记者查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4年前的4月初2，台铁德鲁固自强号败马发生意外，昨昏罹难者家属甲交通部台铁有登去到事故的现场，伫遐设纪念灯光，嘛为纪念灯光举办启用典礼。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提供安全优质的公共运输，台铁有责任，安全无地参详，这是上要紧的责任。舞台顶悬演奏《逐港想你》这个经典歌曲，互台下家属是感动流目屎。因为4月初2是台铁太鲁阁号事故满4周年的日子，交通部一透早就伫台北车头的大厅办纪念音乐会。罹难者家属的代表希望台铁永远会记得这个教训，别让其他的人佫经历失去厝内人的痛苦。失去家人的痛苦，所以我们非常相信，我们也很努力，我们希望。再有人和我们一样经历我们的痛苦。交通部长陈世凯致辞的时阵嘛，强调提供安全优质的公共运输，台铁绝对会担这个责任，嘛要求各公共运输单位以安全做最高原则。未来我也要希望，也要求台铁公司跟交通部所属的所有的交通运具的单位，永远要记得安全是最重要的。接落来，陈世凯和家属、台铁的人员坐公车处的3000型自强号列车去到花莲，列车经过清水隧道顶3个事故的现场的时阵，隧道内面的纪念灯嘛光起来，代表永远的爱和思念。他们很希望法院能够对于整件事情是一个有针对事实，然后是最重的一个惩罚的方式来进行。当来看事故是发生在2021年4月初2早起9点28，一个载498个人的台铁太鲁阁自强号，经过花莲的中德大清水隧道的头前，弄到出入边坡侵入路线的钢钉车了败马，造成车顶49个人过往，300多个人轻重伤。台铁表示讲，为了要悼念事故的罹难者，在事故3个磅空设置纪念灯，以后当年的4月初2到初6都会甲点木光，要甲因上深的悼念送予这罹难者。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细汉囡仔身体动作的发展和囡仔的健康、头脑、认知、社会适应、学习，这拢有关系。学界即马调查发现，咱台湾7岁至8岁的囡仔人，大约有2成拢无咧运动，而且查甫囡仔的动作较粗卡粗手，因为查甫囡仔的动作是有较优秀。来看《中国时报》。针对总统赖清德推出国安17条，要求各主管机关要全面完备国安法，全面检视。劳动部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就表示，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已经有禁止中人小介台湾人去中国食头路，法规这部分会继续来检讨。另外，人力银行即马是坦白讲，即阵台湾的少年家伫中国的工课场已经无优势啊。即马若要问，拢是咧问讲，敢要去东南亚食头路？继续关心联合报，前远东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张国维被指控乌航公司的资产36亿，伊一审封判14年有期徒刑，嘛有进行电子监控。台湾高等法院是发现伊最近有几啊届违反科技监控的规定，昨昏甲伊裁定收押。伊的律师是解释讲，这是因为伊的老母有破病，伊要载伊老母去病院，赛车经过渔港尔，唔是要偷渡，有替伊发冤枉，嘛讲会提出控告。因若之前劳动部有员工，那亲像是因为工课场的霸凌，行底路上袂开，前劳法署的北分所长谢依荣管理方式引起争议。目前伊是防收押禁见，昨昏检方调查结束噶，依照涉密贪污这罪名改起诉。也若针对工课场霸凌这部分，检方是表示，公部员想袂开，和谢依荣的领导风格、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部分无起诉。
穿乌衫、目屎夹的行礼会室内，经劳动部劳动署北分署分署长谢义阳涉嫌涉密独立厂商，检方伫拜三依照涉密加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共加公有财产加独立罪起诉，验过这场霸凌部分无起诉。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非常对不起大家。案件侦结的结果出来，外界上注意的这场霸凌，检方是讲公务员自杀加谢义阳领导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是无起诉处分。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谢义阳目前羁押禁见，检察官总共起诉谢义阳等7个人，包括4楼、4间、4柜在北分署的人员，一个厂商4林的兄弟，只投标资格4次的业者，依照违反政府采购法定罪嫌起诉。检方讲，谢义阳伫咧任内要求员工甲特定厂商讨论，未输敢若是替特定厂商护航采购案。另外，一个接受总价值2万外块的3个礼盒，涉嫌涉密加盗利等罪嫌起诉的部分，按算后礼拜移送新北地方法院审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助理盛楚英，伊即马互逼出伊是间谍。伊伫2019年时去中国读册，互吸收去。做助理的这6年，涉入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检调即马是认定盛楚英违反国安法，是下令20万交保，嘛爱进行电子监控。今若民进党伫即件代志逼出来了后，已经进行全面清查。将按外头的查甫人盛楚英，捌担任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助理，互人夜讲牵涉强调案，6年来向中共真侪介涉入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收几落百万。检调调查了后，认定盛楚英违反国安法，进前入令20万交保，采取电子监控。检调将后盛楚英2019年去中国读册，去互对方吸收做报备啊。国家伊较早伫立法院民进党团真熬交陪，伫真侪个立委办公室任职，包括游锡堃、罗美玲、郭玉晴、柯志杰等人。游锡堃伫册字表示，盛楚英2022年4月中告职，发现伊行为怪怪，较无1年都无过续聘。伊到尾是担任罗美玲的助理。他在我办公室其实也就几个月时间，我们也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异状。对，那我们目前还是整个都是状况外的。针对外界关心盛楚英敢有经手各方机密资料，罗美玲表示，伊敢若负责准备这份资料。民进党伫案件夜康了后进行全面清查，发现也是有立委的助理去澳门无通报，柯立杰证实是伊的前助理已经离职。针对本办同仁疑似赴澳泄密一事，办公室于日前发现其行为有异状，便已请其离职。若有违法，绝不宽待。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那我们呼吁朝野所有政党应该要一起来支持相关法治的强化作业。针对立委助理强谍案，民进党表示支持司法侦办，呼吁调查强化台湾国安法制。不过，国民党批评强谍原来就伫本年时指控飞碟藏伫民进党的办公室。民进党一直在抓共谍，甚至不停的污指在野党的委员是通匪，是共匪立委，结果原来匪谍就在本能寺。知影化工检调爱查明泄露秘密严重程度，是毋是有强犯结果？嘛要求总统赖清德对外说明。对这件代志，总统府回应无针对个案评论。不过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做出渗透还是统战行为，拢应该用上严厉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份的时，马街病院互骇客入侵，把病人的个人资料摕去网络顶贩卖。经过警方的追查，发现有北京的病院、学校、上市公司，嘛拢互同一个人攻击。即马已经抓到嫌犯啊！知影这个嫌犯是中国浙江一个20岁的查甫人，伊是伫中国的治安公司食头路，已经发布通缉。即马会透过两岸共同打击机制，请中国协助。
暗网有一篇大文，亚讲马偕病院去骇客入侵，千万变换个资变交易商品，开价超过300万。经过警方1个月调查，锁定幕后主嫌 Crazy Hunter 是一个中国浙江20岁死了的查甫人，伫对方做治安的工作。从骇客入侵来的 IP， 还有他的恶意程式以及他的攻击手法，来掌握到犯嫌。这是警方首次证实境外骇客的真实身份。那马偕受害，中华基督教病院亚洲大学阿大夫医甲3间上市公司，以后将一个骇客用卡油病毒攻击，讨80至250万美金。嫌犯各地暗网讲，有2间机构付钱把资料讨倒转去。上市企业进前也有发消息，拢讲无个资也是档案外泄。不管医疗单位或者是上市柜公司，目前还是一样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这个预防可能会有治安提升，通常是法规上面的这个考量。专家嘛分析，卡油便当若是入去电脑，就完全无法度复原文件，也无排除骇客是有意偷摕机密。即马专案移交检方，认定死落的查甫人已经涉嫌恐吓取财、告知法等罪嫌。4月7日已经发布通缉。警方表示，会借由2方共打机制，请中方协助侦查。中国大陆的公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要协助配合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其实事实上是会有一点难度。2方关系链，中国是不是出手相助，或者无信心？只是骇客入侵的对象为较早公部门，即摆换做病院、学校甲民间企业。专家点出，民间的治安防火墙漏网未少，有改进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国连续2天发动对台军演，伫咱台湾的中部南部海峡，伫昨昏是执行海峡雷达2 025A 的操演，也伫东海进行实弹的射击，模拟锁定咱台湾的港口甲能源设施。咱的国军嘛有进行操演，嘛有掌握到中国的军舰13只、海警船10只，也有军机36只。海巡嘛证实讲，即届有民兵船参与军演。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及安全，蓄意制造事端，增加维安及误判风险，请你立即离开。中军的司令舰出现伫咧台海，海军左营军舰伫台海前线捍卫咱的海峡。中共东部战区出现无武警宣布对台湾实施联合演训，以中共航舰山东号组织编队带头，结合强机执行军演。咱国防部侦获强机76台次。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加西南部，也有几多台强舰、公务船了台。国军积极反制，启动立即备战操演。4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练。目前来讲，中共的东部战区随时搁再宣布，针对台湾的中部加南部海峡。进行海峡雷霆2025A 操演，演训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炸弹扣押。另外，还佫伫咧东海展开远火实弹射击，模拟锁定重要港口、能源设施，升悬印太局势紧张。持续施压，它不是一个新作，它叫连续性。这个以后你还要看到会更大压力，但是我们监控很好。一直到这几年，把海陆空火箭军的兵力做这样的整合嘛，它的目的当然就是军事扩张。中共连续2天对台湾发动军演，这边操演有新的代号“海峡雷霆”。中共讲，共军一直大刀采取多样化、更加严厉手段。学者观察，共军出动几多台军艇，结合着中国的海警船，演练甲台海内海化。让他的海军跟海警未来如果执行对台湾的这个封锁或隔离的时候，可以有这个跨军兵种的这协调，对海上的航运的商船进行这个骚扰跟拦截，企图阻断台湾对外的这个海运。我们也强化了对退役军人的一些反渗透、反统战的一些工作。我们第一个就是农民在哪里，我们服务在哪里，要强化农民的照顾。另外，中共的新建文宣影片，声援更立强敌案战局相关的退役中将高安国。对此，颜德华讲，中共对现役加退役军人的渗透手段正多元，所以把强敌案摕来做宣告，和退役军人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中国雄雄化军演，互渔民是真不满，因为今年屏东的蚵仔蹭季是对4月初1会当开始抓，有渔民就认为军演对因讨海造成影响。大概目前我们东港跟琉球，因为要抓黑尾鱼嘛，大概都是会集中在这边。有这样讲。刚刚渔会比着地图观点，渔民来掠蚵仔蹭的范围，大约伫绿岛附近。今年县府公告，屏东蚵仔蹭第一尾的资格，掠猎的期限为4月1号开始算。刚刚当地已经有部分渔船出发，嘛有真侪渔民准备了后要出海。但是这届中国军演公布的区域，踏入掠蚵仔蹭的范围。这个时候，其实对第一尾对我们东港籍跟琉球籍的渔民来说，其实它象征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搅局对我们来说，其实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困扰。东港区渔会表示，为着掠蚵仔蹭，有一寡渔船3月就出航，目前当地海域咧作业。坦承中国经伫这个时机来军演，造成真侪困扰。不过，嘛有渔民认为，军演甲一般的渔船作业无关系，无啥会影响到。嘛是加减影响啦，因为伊演习的拄啊，伊咧掠迄位，伊迄个差不多迄个所在啊。演习咧，因的作业本地啊，迄无关系啊，迄无关系，无影响啊，无影响。虽然毋是每一个渔民都认为军演会造成掠鱼仔的困扰，但是嘛有渔民出来的时阵，常常看到中国真侪军船出现伫日本附近的海域，会离对方较远的才来作业。因应即届中国军演，屏东恒春某笔屠宰时，嘛当看到当地有飞弹防御部署，周边嘛看到军车，还有军人咧来回行动。公司新闻王刘婷丹现坤屏东报道。国际新闻继续关心缅甸大地震。大地震发生到第5天下，军方伫昨昏宣布内战的临时停火，停到4月2日，大声来救灾。目前已经知影这场地震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也毋过伫停火的前一天，阁发生中国红十字会车队去互缅甸军开枪。即马中国外交部是表示，外国的搜救队去斗救，当地政府应该爱保证因的安全。火下下第一条人一个换掉的，搜救人员赶紧大声喊发热，过来斗相共沟通，希望知影下的情形，要成功甲人救出来。缅甸强烈地震第5天，首都奈比都一间倒落来饭店，有2个拢是26岁查甫人被救出来。伫东西区石街有一位47岁小学的校长，互人伫一间倒来饭店内面救出来。第二大城曼德勒催泪也团做第4件救援成功的行动，不过其他灾区挖出来拢是尸体。这是缅甸军政府催泪发布的消息，国际社会正意外。这个国家即马伫咧内战，阁拄着强烈地震，哪甲反抗军对战，哪向国际要求援助救灾。虽然宣布停火，不过政府军也经过反政府武装组织每日攻击，那么会面临着必要的回应。缅甸的内战加强烈地震，和人道危机愈来愈恶化。联合国统计，地震进前就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无家可归，2000万人需要帮助。确保中方在内的各国的救援人员和物资均保证安全。伫咧宣布停火前一晚，反讲缅甸军方对正伫咧运送补给品的中国红花车队开枪。中国方面讲已经有布备运送的路线，缅甸方面讲无收到，车队无停车，安全部队向天顶开枪警告。国际红花讲正伫咧调查这件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缅甸大地震累积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也阁有真侪人失踪。外界是预测讲死亡人数会继续增加。驻守伫当地联合国的人员是表示，即马伫遐食的食物、食的物件、医疗用品、药啊、清气的水、必然设施、食的别项拢欠。受灾上严重的曼德勒周边倒去的厝，也阁有救援队无影的情形，四界拢看到。也若各个病院内底各种伤者病人，更加已经无够所在是开甲满。The needs are massive and they're rising by the hour. The window for life-saving response is closing, and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families are facing acute shortages of clean water,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And yet, the crisis is still unfolding. While we were there were multiple tremors that were continuing, and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ere ongoing. 地震除了互上千上万的民众无家可归，敢若因住伫街路上，也原本就已经不足的水电供应是更加无够。
联合国人员指出，欠缺清气水源除了影响民众饮用水，也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亲像老土症、食会少、水源污染而摊开的疾病，也有天高热、肝炎、马拉利亚，都会因为欠缺清气水源甲医疗设施而继续一直摊。各国除了派遣救援队协助继续找生还者，也有医疗团队已经出发到当地。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也调集医师甲护理师总共32人到灾区来协助抢救伤者，也有一个感染病的防治。我々も普通発災してすぐにですね行ける体制を整えますけれども、非常にミャンマーなかなか難しい国でもあります。入国の許可とか、あと査証が取れる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もいろいろあって、我々の出発も31日ということ、30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受灾除了缅甸，邻近的泰国也报道幸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8地当迄天，邦国2栋90层楼高的大楼又甲真严重，联络空桥也断水2节。如果当地韩国侨民款永顺当时才伫52楼的健身房运动，地当一来随拍算离开，要去找人伫隔壁大楼的家后，抑个走囝。空桥登记的迄时间已惊险跳过，随后甲家后走囝团圆，也真说地当在井内底少数互人安慰的消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因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郊区，拜二发生天然气管线爆炸，引起大火。8点钟后，这个火拍花，内底包括3个囡仔在内，计共有145个人受伤。当地卫生官员是表示，受伤的民众状况稳定，有的拢已经出院。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大约500公尺长的管线，即马封烧掉。爆炸的原因也搁在调查。天然气管线爆炸引起大火，乌烟呛甲天边。有媒体报道，火势有20层楼仔悬，几公里外拢看会到。爆炸威力真大，各地住的黑区真近，居民拢感受起爆的震动。迄时阵庆祝穆斯林开斋节的民众赶紧逃离家园，火势无法度收煞。当局下令疏散，消防员出动救出受困居民，有人被受伤，有人用要无法度喘气。We don't really think that there's something serious until we saw the fire. And the fire is really raging high. 我一直听到有东西掉，那种有玻璃、有石头，窗口的玻璃全部都破掉。前早起，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伫浦东一条天然气管线泄漏造成灾害，差不多500公尺管线被烧掉。国家石油公司虽然将烧的管线改关起来，不过管线内底依然有残留天然气，火势是真大。烧差不多8点钟了后，才全部拍花。当局初步评估灾损，190栋的厝，148台车加11台机车，有无共款程度受害去，也宣布会赔偿受灾户。另外，几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已经展开调查。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卿有指示美国的驻外交人员，会当去审查部分学生，也有其他要来申请美国签证的人，去看因的社群口罩。总讲这个人的行为甲言论对美国有敌意，怨斥美国制度、美国政府，也是不满以色列。这款人拢会当拒绝，唔好卖互因美国签证。来看欧洲议会开大会，通过决议文，内底是谴责中国伫台海。搁有南海怀比吧的行为，嘛批评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无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言论，甲威胁咱台湾的行为，拢已经违反国际法。欧盟嘛强调，只有台湾民选的政府才会当代表台湾人，中国无应该主动台湾去参加国际组织。继续关心，柬埔寨警方3月31日时，伫因的首都金边有一搭诈骗园区内底抓到186个人，内底有176个人是台湾人。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中要去柬埔寨访问，这个台湾人有可能尾会互送去中国。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第2阶段大罢免联署，即马已经启动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祖嘛有发起作家的集体联署，即马已经有1000多个台湾作家参与联署。因讲，因毋但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嘛要拒绝中国的渗透，佮要维护台湾的文化发展。笔杆接力，
这台湾文学作家大声喊罢免到底，希望呼吁民众做伙来关注第2阶段罢免无责任立委的行动。经过立法院台检总结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甲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面册写文暗指文化界讨饭吃的讲法等等，引起文学界的不满。罢免连续发起人是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祖，伊强调这么多作家站出来，是为着台湾整体的文化发展，也有国际能见度。为什么大家都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有个最关键的核心或最大公约数，那就是我们都认同台湾的主体性。台湾女性主义先锋杀夫的作者李娥嘛来参与联署，这几年一定出国分享台湾文学。伊表示，唔那咱国长期政治外交受到限制，经过立法院台检总结文化预算以后，文化外交嘛受到真大影响。另外，书写劳动文学做工的人作者林立清，这几年开公司嘛世界找厝征收，互家友也是有需要帮助的人通大。伊表示，自从去年立法院收债违法欠缺配套，造成需要租金补贴的社会底层人数愈攀生活。有的人甚至直接问我说：“你们台湾为什么都没有声音？”他说：“如果你们都自己不表态的话，那么以后的时候，你们要我们帮忙，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理由的样子。”这款叫财化法，乱收、乱抬，变种伊的补助，唔知我即摆要去找中央，还是找台北市政府。我就爱需要讲立委替咱来问啊，这款的就会互我遮照顾的朋友心内就艰苦的。你就看讲一个月过去啊，什么时阵补贴会入来？目前已经有1043位台湾作家加入罢免联署，会使讲是这几年来台湾文学史上上大型的表态行动。伫咧记者会顶头，作家嘛发起图文创作行动，希望邀请所有的创作者伫咧网络顶用图文延续公平讨论，嘛为历史留下见证。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因为金华城案丰收阿爷，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因为结交油脂含水，昨昏伫台北病院开刀。台北病院有发出新闻稿表示，手术刷了后恢复甲袂歹。郭文哲即马身体含精神的状况拢正稳定，会伫病院观察1天。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落车了后，坐轮椅割喙案，初二早起伫矫正署人员的护送之下，去为腹部台北病院准备手术。郭文哲因牵手单飞机，透早赶去病院甲看。谢谢，今天大家都这么早，真抱歉。单飞机讲，初一下晡2点左右，伊接到台北看守所的通知，郭文哲初二要动臂小刀的手术，其他的代志是完全唔知头唔知尾，而且真不满。伊讲，根据卫生医疗法的规定，要开刀的患者甲伊的亲人有权利知影要动什么款的手术，是安怎爱手术，也有麻醉的方式甲护管的方式，有方通知甲选择的权利。为什么要手术？是什么麻醉的方式？那手术的原因是什么？或手术之后他的康复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说实在，我跟各位一样，我完全不知。在一个还没有定罪以前，就只是为了说他不要被什么串证、什么逃亡，就是因为这种因素被羁押的时候，他这个医疗上面的人权完全消失。听完之后，陈佩琪就哭了。你不只要通知你要跟家属要讨论包括他手术后他要怎么照顾？为什么柯文哲他连最基本的医疗人权都没有呢？病院的立委质疑讲，郭文哲的医疗人权受到侵害。前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讲，单飞机去病院问医师了后，已经了解郭文哲的病情甲相关的处置，而且甲伊开刀的医师是过去郭文哲待病院的同事，嘛是这方面的专家，知影医生手术的方式甲检查报告了后，有更加安心。主治是说他有把一个结石取出来，那个 double J 当然就是说放了之后，当然就是尿排出来之后，水分当然是会改善。那到底改善有没有恢复到一个人 normal 的状态？那个他是说要再追踪，因为毕竟才刚手术完。台北病院嘛发新闻稿表示，手术了后，郭文哲腰肢行起来情形有明显改善，身体甲精神的状态稳定。腰肢因留去膀胱的2条管会先放5天，观察了后才甲摕出来。病院这边已经安排后续回诊的事项，确保复原的情形。公视新闻新北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今年大家嘛出巡特别起假，按算初5的时会行到中华，为着避免发生抢救的冲突，中华警方伫今年过来出动机动应变队来管控现场的状况。因为今年妈祖出巡拄好嘛拄到清明的连假，所以中华警方嘛宣布伫初5这天，中华市区会进行交通管制。
两阵人互相抢渡，愈冤愈大声，用要拍起来。这时阵，警察出动，赶紧甲人隔开，避免发生冲突。2025年，大甲妈了警预计初5会行到彰化。过去彰化常在发生抢救的冲突，彰化县警察局今年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嘛进行维安演练。绕境期间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主要的成员有本级的教官，还有特任小组。那共计42人。我们教官助教都具有跆拳跟柔道的专长。如果遇到冲突或是有任何违法事情的话，我们一定会使用公权力去制服这样。彰化县警察局表示，机动应变小组的成员拢有柔道、擒拿等等的技术。小组成立以来，无发生过了警冲突。经过评估，今年警察出动2558人，比去年减450人。另外，马祖桥到位的时，部分的路线也实施交通管制。4月5号，那大概下午左右，銮轿由这个大渡桥南端进入彰化市区。那我们的管制点是中山路到这个金马路这边南下的车道，我们封闭。根据镇南宫的统计，去年了警进香吸引正8万人参与，今年起价阁拄到清明连假，预计参与的人数可能会破纪录。警察局嘛提醒民众参香过程，请配合交通管制，尽量使替换道路，加利用大众运输。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伊拉伫桃园路就是发生一件死亡车祸，有一个68岁的长辈，那亲像是伊身体无爽快，倒伫路边。因为落雨天，驶轿车驾驶无去斟酌，无注意到，全甲人交过交死。警方即马依照过失致死罪，甲一个驾驶移送法办。落雨暗暝接近罗德区山林路二段甲山外路交叉路口，68岁姓陈查甫人落车了后，疑似身体无爽快倒伫车道。54岁姓郑的查甫人驶车正弯，疑似无发现车道顶缘有人，煞高速撞到，将人搞死。54岁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夜间又加上雨天视线不佳，不慎碾压，疑似因病无法站立。而卧躺在车道上68岁陈姓男子，代志就发生伫3月31日半夜暗时7点外，附近民众发现车祸，赶紧报案，经消到场抢救，发现姓陈查甫人身躯有真侪刺伤、裂伤、钝伤，已经无喘气心跳，赶紧将人送去南口中央病院急救。发现为欧卡患者，分队申请2车支援，并进行欧卡抢救，送往林口长庚医院。被同姓陈查甫人送去了，一时救无转来。警方事后逮捕肇事的姓郑的查甫人，照过失致死罪嫌送办。检方也要搁解判这事故甲死亡原因，要搁调查清楚。公视新闻桃园报道。亚拉台中的检警和台电的专案小组有抓到一件偷接电的案件，这是一个有前科姓陈的嫌犯，伫去年11日6个管期替工厂公司甲电脑机房改电表偷接电。台电是统计讲计共有15件，这个嫌犯已经互移送法办。台电即马嘛爱伊赔1783万。警方甲台电人员来到住户门口，拍开电表一看，发现内底有可能挑工破坏，造成电表无法度正常走出用电度数。这个电流信号线跟里面的插座通通被破坏了哈。台中刑事去年接到线报，讲有高用电的工厂公司电脑机房偷接电，发现有一个电工背景的嫌犯，每一届收3万至5万，专门替这用户偷改电表，讲会当省9万块电池。敢若去年就已经不法赚560万。他去更改这个台电的电表计量器，让他就是可以少算这个用电量。去年的话，这个嫌犯大概就获利了50-60万有。警方调查，嫌犯对2016年开始就有咧替人偷接电，互法院判决8个月，有原是毋知悔改，犯记录走遍新北、新北县市、苗栗、台中甲彰化。台电统计，即届佫查到15件，会依照电池损失的1.6倍来讨赔，拢总是1783万。总共成案了15案，其中包括了15个电号及10个地址。当中属于台中地区的案件有2案，除了其中一个高压用户还在等警检调查结果后再行商讨和解释以外，其余的9个案件、14个电号均已缴清或分期付款当中。
台电表示，目前除了一间涉案的高压用户以外，其他拢已经同意立清，也是分期。警方是依照早起窃盗、规则文书等罪嫌，甲涉入的嫌犯甲偷接电的用户拢总移送法办。目前涉入的嫌犯是裁定羁押禁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即马有推动虚电共生这款政策，目前上大场是伫美岛区，本地呢是按算哪种电哪饲鱼，也毋过即马有议员是发现讲，咧发现业者供电棒裁好了后，无饲到半只，即马是即支海洋局防骗毋知是实质。徛伫美岛海边的宝华顶看过去，原地一大片的云啊，即卖顶悬拢采供电棒。这款拿用实拿正电的政策，目前高雄申请的有216件，核准的99件，完成建制甲发电的案场有16件，其中上大的案场都是伫美岛遮。20万啦，啊猪鸡啊迄啦，嘿，大概啊鲈鱼啦，差不多这2、3项安尼。这供电啊，阮住伫遮厝边哦，迄运动成本也多咧，骗人讲以电共生。这个对阮才饲鱼啊！到目前为止，拢还无人开始饲鱼啊？迄未饲一啦，无光合作用，免得饲啊。当地民众的疑问毋是无道理的，照规定，虚电共生案场必须爱具勇实的事实。不过，咱实际到美岛区上大的101期看，规个条啊菜甲白白丝，窟仔底拢大壳壳。市议员也质疑，这个案场2024年都已经甲台电的电网甲做伙，所以也未饲鱼啊。海洋局敢有去监督查核？海洋局表示，因为施作方式无符合规定，即卖当咧调整当中。我们巡视了一圈，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干枯没有水的，最高的大概也只有到脚踝，脚踝的这个水的深度是要养弹涂鱼嘛？跟能源署的铺排方式不一样，我们请他在做一个计划的调整当中。增加2分钟。后续开始发电以后，我们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去做养殖事实的查核。海洋局表示，厂商目前等咧试运转尔，未来正式发电了后，若是可查到无勇实的事实，会限期改善；如果无改善，就会废止伊的农业许可。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最近传出真侪件捌甲囡仔性侵害的嫌犯，因一直拢有机会过去接触囡仔。昨昏就立委、家长和民间团体同齐开记者会，呼吁卫福部爱设立儿童工作证这款制度，避免有犯罪记录的人会当一直接触囡仔。建制儿童工作证，阻断二郎再犯机会。有一位新北市受害儿童的老爸 A 先生，由立委陪同，找日早起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因为伊的囡仔伫咧儿童在业班，被老师强制性骚扰长达4年，报警了才发现受害人数有到10几个人，而且这位老师早就性犯罪前科，竟然一个人登到教学现场继续发现，让家长真生气。即使我们已经灌输了他好几年这些观念，但是他还是忍受了很久，他还是压抑了很久，直到他真的受不了了，他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民进党立法会员范云讲，伫这么现行的无信的人权资料库实行已经真久啊，而且至少6大缺失，包括无需要立案的儿童工作场所，像夏令营、小型在地班，就免查询工作者的背景。儿童相关工作的类型真侪种，无法度全面的监管。若是无好好查询，就可能错绑恶龙再犯，伤害囡仔。无适任资料有公告的期限，若是过期就无法度搁查。伫这么查询的权限一个严格规范，家长甲一般民众拢无法度查到，而且就算是查到，也无法度禁止老师搁去别的单位工作。所以要求卫福部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它就像是儿童保护界的良民证，让所有接触儿少的工作者，那些工作者自己必须要先查核申请哦。儿童工作证它可以视为是一个加强版的良民证，那它就会涉及到相关不同政府机关资料的串接哦。那因为都是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资料，这个绝对需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范云讲，纽西兰、澳洲等国家拢已经伫咧推送儿童工作证制度，来确保儿童的安全未受侵害，所以将会提出《儿童甲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修法草案，甲儿童工作证法制化。对此，卫福部回应讲，修法就要跨部会合作，会典型讨论可行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去年咱国内出世红婴仔人数创下新低，是有史以来上低。政府即马有拍算讲要甲育婴留职停薪的补助对6个月延长到7个月。严过全教总伫昨昏冒开记者会，因认为问题毋是出伫时间，是补助款补助津贴伤少，认为讲应该爱提悬补助，嘛爱改善幼囝的环境，安尼才有法度鼓励生囝。即马物价悬，逐项拢起，尤其少年人拄出社会，普遍薪水无介悬，若是生囝经济负担会变搁较大，所以真侪人拢毋敢生。全教总拜三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的育婴留职津贴是以申请人投保薪水落去补贴8成。全教总讲，投保的薪水通常比实际上摕到的薪水低真侪，不管是一般劳工或者是公务人员，逐个月补贴算起来，连基本工资28590块都无。以113年的一个保险给付总额跟给付件数来计算哈，平均的金额大概是22000元。那公教人员更惨，公教人员平均请领的金额只有17180元哦。那这个离基本工资28590元还差很远。根据内政部统计，2024年新生儿有134856人，比2022年13.8万人搁较低，出现罕见2年过过好年的状况。全教总表示，少子化真做是国安危机，呼吁劳动部增加用公务预算来提悬补助。能不能再从公务预算的2成再来加码的这一件事情啊？哈，就涉及到政府的预算嘛，哈。那因为这一次的财划法如果修正施行哈，那中央政府的收入也会减少。那所以能不能再来提高？这要看看政府的财政状况跟少子化的一个政策哈。劳动部表示，目前有咧研议，敢要甲补助的时间对6个月增加到7个月。若是要延长留职的时间，也需要考虑劳工转去工课场适应的问题。目前拍算研议的方向是，父母双方拢爱签满6个月的补助，才通申请加码的迄1个月。目的是希望透过政策促进男女平平拢爱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也若相关修法的草案，目前正在研议。记者中国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儿童节啦，台南的口鼻实验国校啊，昨昏是用唱歌表演的方式，互囡仔庆祝儿童节，互囡仔轮流上台唱台语歌。学校是表示，希望透过唱母语歌，互囡仔更较在胆，会当开嘴讲母语。囡仔轮流上台唱歌，有人唱流行歌真有班，哪唱哪跳真活泼，嘛有人组团合唱在地的歌。学校风雨球场正做大型舞台来办这场户外演唱会。囡仔上台哪像歌星同款，大家听众是听甲真痴迷。延续机会母语日，台南市口鼻实验国小办唱台语歌庆儿童节活动，互囡仔一个舞台通表现，感受用台语唱歌的趣味。台语是台湾本来的母语，所以一定爱唱台语的歌。我今仔唱最后一个，搁有爱着才知影听这2首歌，互大家听。我感觉台语是足好的语言，我介意听，我介意唱台语的歌，互大家听。我一开始有一点仔惊，但是后壁就袂啊。校方讲，学习母语唔单单是伫课内尔，日常生活嘛通浸水式来学习，效果会更加好。这回比赛因开放全校自由报名，个人甲团队组加起来拢总20队，大家囡仔先拼先。比赛嘛有评审老师以囡仔的发音声情来互因建议甲鼓励。台语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若是讲话，也是讲像因家己安尼唱歌，啊，佮会做即个动作，安尼就是规个就是拢足自然的啦。阮学校吼，其实推动母语吼是延续性的吼，啊嘛希望讲即个母语呢，就是伫即个日常生活内底咧学习，啊会当吼来练习，啊会当来表演，吼啊互因有一个表现的空间。口鼻实验国小表示，学校未来会继续透过教学课程甲生活化来杀母语教育。这回囡仔唱一首歌，团结群情，嘛唱出语言文化的底蕴，互讲母语成做咱后一代囡仔心中真实行的语言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冰岛的西南部伫拜二发生地动，地动无偌久了后，就有一座火山喷发，当地政府赶紧甲当地人疏开，嘛讲未来这几天火山有可能阁会喷发。
浓烟对涂骹冲出来，各位当看到红色的火光。冰岛的西南部一个火山的附近，伫当地时间初一透早是发生真接的地动活动。接落来伫9点外正式喷发，官方已经要求附近一个渔村的居民较紧撤离。冰岛火山伫最近几年是喷发甲真接，敢若是伫首都雷克雅维克南部的地区，对2021年以来就发生过10摆。冰岛官方讲，这摆喷发只是开始，未来几天恐怕有更较侪摆。The fact that seismicity, so intense seismicity, is still ongoing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event is not over yet, overall. As such, what we are considering now is that while this seismicity continues, there is still possibility for new openings along the dike.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另外，太空公司 SpaceX 来用9号火箭3月底是有载4个不是专业的太空人去进行太空旅行，这是太空史上的头一届。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载4个不是职业的太空人的 SpaceX 来用9号火箭飞起哩，有照观察伫太空中心的地面指挥中心传出欢呼的声音。这一座飞行任务由中国出事，国际性马耳他加比货币大好野人王存出钱，不过无透露确实的金额。另外，其他3个共去的是挪威电影制作人米克尔森、德国机器人研究员罗格、澳洲极地探险向导菲利普斯，这是 SpaceX 第3摆执行私人出钱的民用太空观光飞行任务。这是太空史上第1摆载人飞过南北极的任务。过去也无有太空人飞过65度以北或者是以南的纬度。这个线比南北极宽小可较低。第一段飞行是为佛罗里达州往南极，过程半点钟。随去太空舱一直差不多440公里的高空射地球一年。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其中46分钟会为南极飞过到北极。为太空船能看到地球南北极的美丽面貌，这是人类第1摆为太空看过地球的极地酷刑。美联社报道，这摆任务叫做 Frame 2， 有诞生100多年前挪威极地探测船 Frame 号探险历程的意义。王船这人接受8个月训练，包含伫阿拉斯加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加无机伫极端环境加真下层内生活挑战。这摆太空任务除了让这人体验射地球南北极，也进行真侪项实验，包含第1摆伫太空内底翕人体电光影像等等。这摆飞行，王船一家人也早较侪摄影设备，完整记录这座太空旅程。公司新闻郑淑芬编译。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是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今日台南府城街头巷尾处